歡迎收睇 Band Life Channel。台北3日3夜之旅，本則4日3夜。由於第一日嘅夜晚係要即刻入住酒店，故此實際上係台北3日3夜之旅。照舊搭機場巴士去香港國際機場，係去1號客運大樓。今次搭嘅航空公司唔係香港快運，其實我係1號客運大樓嗰邊入去嘅。照舊都係經機場斜路落去6樓，今次係D區。其實我係搭乘星宇航空公司前往台北，聽呢個名，部分香港人未聽過。雖則做咗網上預辦登機，但唔可以列印行李牌，而且多人排隊，原因就係要俾地勤人員檢查入台證同埋護照是否有效。做到什么58、59的 ham， 就2个被夹在中间。那我把一个调上来了，就变成了58排，2个靠着走道这样子，这样比较好，好不好？那有空一起吗？2件都是第一件。我哋依家個位係47排 A 窗邊位嘅。係。第一件是先生，哪一位先生的？都可以。哦，好，那我第一件上在橙叶，然後另外2件都另外的。咁都麻煩留意翻，就 hand carry 冇帶超過100毫升嘅液體啊，或者刀仔利器，行李冇俾人掂過或者冇幫人打包過嘅。寄完行李之後呢，就落樓禁區嗰邊，就睇下呢有咩嘢食先。今次就係讓華亞機場貴賓室，今次係讓35號閘口附近嘅貴賓室，佢係普通藝術品嘅一種。華亞機場貴賓室分成2體，一個尊貴 First 版本，一個普通版本。普通版本華亞機場貴賓室，千祈唔好太大期望。如果去到嘅話，必會失望，因為佢哋得4個餸選擇：長湯飯、葡汁時蔬、白飯、豬柳。炸脆肉絲米粉係要放湯，不過都好失望，因為呢都係冇魚蛋飯，要魚蛋飯嘅去返華亞1號同埋60號嘅貴賓室度嘗試。酒類方面就有香檳，全部嚟自澳洲香檳2024-25年出產嘅香檳。啤酒方面就採用北海道名牌啤酒。對比頭等 lounge， 佢嘅選擇會比較豐富啲，仲可以預定反面，同埋有更好嘅休息空間。另備充電位租借，同埋復活節期間會有個特別活動，儲夠分數即可領復活節禮物。因為航機延誤，原本7點45分起飛，延遲至8點20分起飛，其原因係因為飛機遲到。基於飛機遲到原因，根據實時記錄 ，JX 235嘅航班喺下午7點半降落。如果要做整備，
清潔同埋換一批嘅空服人員，需要約莫1個鐘頭半左右啦。所以呢係會出現咗延誤情況。記得唔好眨眼，望下左邊，佢有個波呢，就堆砌目的地嘅名，佢係台北，簡寫 TPE。當 Hi 然依 everyone, 據 Starlux 國泰航 Airlines 空 flight 嘅 bound to Taipei. 按早 We 嘅 would 睇 like 法， to invite Zone 5 passengers to board. 由於係屬於 Please present your boarding pass 裝間 when 位 entering the 緣 cabin. 故， Thank you. 所以已經喺第各位4組。貴賓，星宇航空前往第五組呢，就係台北嘅航班，依家中間前少少嘅航數上機。第一組就係商務位同埋有特殊需要嘅乘客，可獲優先上機。今次星宇航空嘅飛機增生延伸係 Airbus A330-900neo 同 A330-300相似，只不過係機翼裏面度加長少少，同埋唔可以喺台北松山機場降落。一開波時，空服人員會檢查我嘅登機證，然後好 welcome 我，就入座。上到飛機，先有小便作為首頁對白。撳我的行程，選擇餐點，就顯示今日會食什麼餐。今日會食茄汁焗豬扒飯。然後去到兒童世界嗰一欄，冇電視節目提供。跟住就個設計都幾藝學燈光化。仲有 HBO Max 嘅電影，其實已經仲先進過國泰航空，而所選擇嘅電影、電視節目亦都唔夠國泰航空好，因為始終都係台灣航空公司，台灣航空公司提供嘅娛樂系統當然冇國泰好。每個座位下面會有3腳扁嘅石頭，每2個座位共用1個，方便長途機又好，短途機又好，可以隨時叉個電。飛機座位嘅闊度大致上係有2個手拳位咁闊，畢竟佢係一間傳統型嘅航空公司，所嘅闊距呢就比廉航好。每個乘客耳裏面會有一個有袖嘅耳機，而且消咗毒。短途航班都仲算有成2個國泰。臨起飛之前會見到國泰航空80週年嘅飛機，但飛機機尾呢就好似青葉3文字咁樣。星宇航空所有航班都有 WiFi 服務，經濟客艙就可以用文字信息傳送，商務位就更加冇限制，呢樣係同國泰相似。對比國泰嚟講，星宇航空嘅商業廣告的確係比較多，唔似得國泰航空咁樣有啲公益廣告。所以喺台灣嘅航空公司播商業廣告是常態。燈光方面就會特別調校，例如起飛嘅時候燈光就調黃，同國泰好好。起飛嘅時候就會見到1號客運大樓嘅景象，即將啟用嘅2號客運大樓。
不過呢個客運大樓呢，就屬於迷你版本，俾廉航使用。節目開始前，點都會有台灣歡迎你廣告。星宇航空最大一個特色就係目的地指南，佢有細啲當地嘅景點，以 PowerPoint 形式發放。飛到咁上下嘅時間，又係派餐的時間。派飛機餐時間，一般香港台北線嘅飛機餐都係飲品、小食、水果盤同埋主菜，而國泰呢就更加只有主菜同埋一支水。今次食乜嘢呢？就係食焗豬扒飯。基本上焗豬扒飯呢就有啲似大灣區航空嘅焗豬扒飯嘅形式，只不過大灣區航空嘅焗豬扒飯嘅質素係特別好，非常之厚嘅豬扒，配埋個番茄好味。另外佢仲有一個特色就係佢上邊個位呢就可以抄上嚟，方便嗰啲好高嘅人士喺咁樣嘅高度之下食個晚餐。其實星宇航空仲有一個特色就係佢有個 KOL 名人喺飛機上面度講故仔，即係好似叫做聽有聲書咁樣啦。當我入香港地圖嘅時候，佢有個怡和大廈嘅上面播下嘅時候會有星宇航空嘅航點宮古島，以前香港快運曾有營運，不過而家冇咗，好想下次去宮古島玩。食完三圍餐台之後呢，準備降落，並且喺下午10:15到達桃園機場。嘅桃園機場嘅夜晚黑嘅時間呢，好多都係泊滿晒啲飛機。隔離仲有航空787飛機，呢架飛機有上寵物小精靈套裝。燈光就變翻做藍色，而家嘅情況就係準備落飛機。其實最大嘅特色位當然係個廁所啦，廁所嘅地板用上木地板設計，而廁板呢就有上灰色設計，同國泰啊、快運嗰啲顏色呢就截然不同，而且佢哋嘅洗手液啊，全部用上名牌子。呢個呢就係同國泰航空與眾不同，仲有燈光嘅灑水器啊嘅物體東西咁樣啦。過兩關啦，第一關就過植物鋪面，植物鋪面就係同一路行李行李帶裏面度，仲有一班國泰航空嘅 CX464航班喺呢度領取行李。Later. 我從機艙到機場喺等咗喺22號個位度接我去酒店。從
坐咗半個鐘頭嘅車之後呢，嚟到台北市區，因為接近入夜關係呢，除咗夜市之外呢，就其他呢就全部都已經閂門，司機只需用手機點地圖，揾出最快去酒店方法。連續3晚入住嘅酒店係位於台北統一大飯店，前身叫做統一大飯店，屬3星標準酒店。早前經高達網站訂咗雙床房，3晚價值1400元。雙床房設計係咁樣，同埋個空間感就比較上尚算闊落，好過日本酒店。書台方面呢，就更加係好闊落，足夠呢就容納1個人去坐嘅。浴室配備咗浴缸同埋智能廁所板。當然，台北嘅酒店服務規則就唔提供一次性用品，包括牙膏、牙刷，請用家自備。由於到酒店已經好夜，夜市已經閂門，所以預先喺落機嘅時候叫 Foodpanda。喺香港版轉入台北 Foodpanda 好簡單，只需要喺個地點，再喺個 Hong Kong 個位更改為 Taiwan 就可以㗎啦。不過佢有個限制，除咗可以用現金之外，仲可以要用 Visa 同 Mastercard、Alipay 同埋 PayMe 嘅付款方式，係台灣用唔到，敬請留意。首先我就叫咗大雞排同埋炸鵝爹，除咗炸鵝爹之外，仲有海鮮粥同埋木瓜牛奶。首先就嚟到炸雞排方面，佢啲皮呢就好厚同埋比較脆嘅，大概食到3塊2左右呢，就會見到啲骨出嚟嘅。基本上啲骨呢就都係雞胸肉背面嘅骨，加埋好厚嘅粟米飯炸。跟住呢就係嚟到海鮮粥同埋炸鵝爹。呢個海鮮粥呢就好特別嘅，就除咗有個紙碗之外呢，佢嘅粥呢好特別，就係攞個叫做透明膠袋綁住而成。綁住而成，佢有咩特別之處呢？就係都係用嚟保暖為主。喺大陸叫開嘅外賣呢，都係用保鮮紙嚟包住嘅。台灣係用保鮮袋保住鮮味，魚同埋魷魚呢，就比較上係硬啲嘅。跟住嚟到食鵝爹時間，鵝爹就稱佢由炸鵝仔為主，啲粟米飯都比較薄脆身好食。最後嚟到飲木瓜牛奶，木瓜牛奶呢就都係椰子味為主，木瓜奶呢就真係叫做啱啱。食完宵夜，沖埋個涼，瞓覺。第2日正式展開台灣行程。第2日嘅台灣行程會跟當地旅行團前往9份、10份同埋野柳生態公園，同埋製作鳳梨酥體驗。敬請期待下集嘅台灣之旅。下條片再同大家分享過，再見。